維係生活音樂會，司儀江惠峰、林慧思。Giselle， 好歡迎大家嚟到港鐵公司旗下大型社區地標維坊呢一度，參與我哋載譽歸來嘅一個大型音樂活動 Music All The Way， 維係生活音樂會㗎。咁港鐵嘅公司咧，以鐵路加社區為一個發展嘅概念啦，建設咗好多個咧以個人為本嘅多元化社區㗎。咁維坊咧作為一個屬於大家嘅社區設施，咁一直咧都致力為大家引入各類型唔同嘅精彩活動啦。咁過往咧，我哋喺度亦都舉辦過好多場，例如好似 Night Lounge 晚間音樂會啦、首映會啦，各類型唔同嘅文化團體表演等等㗎。咁過往咧，我哋都邀請咗好多唔同星光熠熠嘅歌手啦、樂隊啦、影帝影后啦，甚至乎係外國嘅明星咧，嚟到嚟我哋呢一個舞台度咧，同大家可以有一個社區嘅互動，近距離接觸嘅喎。請大家用最熱烈嘅掌聲同埋歡呼聲，有請 DJ 同埋 Roman。Hello，DJ，Hello Roman。多人㗎嘛今日。係啊，好開心啊！喺呢個星期日，大家圍埋一齊喺維坊就最開心啦。出的不過是眼水，旁觀者安撫愛恨極所。